哎呀，痛快，痛快，真是痛快啊！山河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好久没有遇到对手了。哎，谁敢真的跟你动手啊？这江湖中人啊，都指望着你救命啊！哎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让着我。啊，山河，你说说。那我全力以赴啊，要不然不如不动手。对嘛，你这就对了嘛。哎，山河，哎呀，跟你说啊，你呀，还真是挺对我的胃口。我打不过你吧？啊！你这个小子，哎，我听说这个徐连仲老爷子整天在收拾你啊，要不要我跟他？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我懂。好，那就好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徐老爷子心眼好啊，他不会害人。再说了，他有一身的本事啊，你可得好好跟他学。你放心，他爱怎么教怎么，不是我的意思，说我该怎么学怎么学，不会给你丢脸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过你放心，你需要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啊。来，好，再来个。师傅，喝茶。放着吧。好。明天到广州，下午开船去佛山，在佛山连演3场，你哪有富余的时间呢？师傅，立下鼓捣了半年的首本戏首演，您不让我去捧场，他能答应啊？那你也不能耽误了我们的戏啊！戏比天大，你忘了？我知道，我就先去捧个场，然后呢就坐火车去佛山，反正我是压轴嘛，不会耽误演出的。你这也太宠着他了。师妹嘛，可不就是拿来宠的。哎，你不会也在做那些事吧？什么事啊？你师哥银台做的那些事，你忘了？差点把师傅给连累死了。怎么会呢？大师哥是英雄，跟他不能比。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师傅，你是说伶人公会啊？我就是当个虚职，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来，师傅，喝茶。哎，金老板不在，他没在广州吧？红船已经到码头了，应该很快就到了吧？哦，那等他一会儿吧。行啊，哎，往这看，往这看，1、2、3，这是你的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这珠江跟你们在天上看的有何不同啊？这儿比天上看得更踏实。我呀，真羡慕你们飞行员啊，天高云淡，自由自在。只不过是不能一直在天上飞着，一旦落入红尘中啊，就还得操心着吃喝拉撒的俗事。我们还好，陈总司令对飞行员很优待的。我知道，他是个做大事的人，只不过最近啊，他日子也不太好过了。来，饮杯凉茶。这里呢有懒冲茶、午时茶、伤风咳茶，还有神曲茶。哎，蓝教授，神曲茶很适合你。你们先去。唔该啊，唔使客氣。哎，蓝教授啊，你好像不是广州人吧？对凉茶不太了解哦。我呀，小时候身体虚，家里不让我喝凉茶，后来出去读书啊，想喝也喝不到。你推荐的是哪个？其实呢是这样的，这也是要因人而异的。凉茶呢也是药，是药就要看体质，比如寒热啊、脾虚、胃虚，都是不适合喝的。那还有我适合的吗？我才去给你挑一个。
漂亮啊！我们进来吧。好。我们在那边。演得不错。好了，我送你过江去吧。算了，我下了船就赶火车，来不及跟你说话。3天后啊，再来看你的戏。你不在，我演的也没意思。师哥，现在好多地方都男女合班了，我也想跟你一起唱戏。广州还不行，你别折腾了啊！我就要折腾。师姑能忍受你在布景上搞花样，但是男女不得合班是大规矩。我不管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师姑是多么守规矩的人啊！当年要不是为了守规矩，她早就成了我师娘了。好了，等我回来再聊啊。对了，阮非洲他们去菜町宵夜，你也去吧。不去，我不去。哎，他要给你写个访问，推一推你们的《牡丹亭》。那我也不去。那好吧，等我回来再安排啊。当心点啊。放心吧。火腿包，好靚嘅玫瑰。来，拿过来。哎，山河，你今天不用加油了，让我们去喝药呢。这是在配龙虎丹，我们药房卖的挺好的一味药，这边的师傅负责配药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料搅匀，然后在上面写上龙虎丹3个字，写上99遍。啊，你会写字吧？那会。那就好，过来看我写。必须写够99遍，不能偷工减料。为什么呀？这里边有什么讲究？为什么不能写100遍，不能写80遍？是写行书啊、楷书啊、草书啊，还是隶书？师傅都这么教的，学那么多干什么？那个小伙子还敢造酒吗？非要问清楚为什么写99遍龙虎丹。这孩子，哎，你呀就酌情传授一下呗。我不想这么早就告诉他诀窍。这孩子生性浮躁，做事急切，我还得再看看。
徐师傅，我正想找您呢。我想问问您啊，为什么非要写99遍龙虎丹这3个字呢？秘诀。那如果写的不是这3个字，会怎么样？必须写龙虎丹。为什么必须写这3个字呢？这就不足为外人道了吧？那如果我写的不是这3个字，药是会失效，还是会吃死人呢？你写了什么？陈青妹和陈妹妹，一个是我弟弟，一个是我妹妹。我们小的时候走散了，每年这个月我都会登个寻人启事。刚才想着他们就给写错了。这2个名字，你各写了多少遍？啊，写足了99遍，这个我数着呢。但是具体从哪一遍写的他们名字，我不记得了。徐师傅，如果真的写错了，会怎么样呢？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寻人启事登在哪儿了？您等着，我去给您拿。徐师傅，您看，寻佛山陈青妹、陈妹妹，自民国16年分别，为兄甚为挂念。见启事，请洽西关华贵路，合记生药铺。没骗你吧？这还是真的。你对弟弟妹妹不错嘛，重情重义呀。徐师傅，我就想知道，如果写错了会怎么样？龙虎丹原料甚多，必须搅拌均匀，才能发挥其药效。龙虎丹3个字，共28个笔画，你写上99遍，自然也就均匀了嘛。那也就是说，写别的字也可以了？当然可以呀，你就抄一遍《本草》也是可以的嘛。吃饭。今天总算是得到一些秘诀了，其实还挺简单的，但是真传一句话，人家要是不想传给你，还真没办法。他怎么就传给你了？算是弟弟妹妹保佑我吧。吃饭。阿威呀，哎，来，怎么样？江师傅原来在春来的菜顶上干，我多加半成薪水给抢过来了。阿威好啊，哎，你就等着春来嫂打上门来吧啊！你们2个都走了，留我一个，我怎么办啊？阿威呀，你上去炒2锅呗，让我看看你学了什么。让我学生归来吧。大酒家的人欺负你了？还行，他们教东西还挺认真的。什么时候你能让地上的这些蚂蚁排着队走直线，我就什么时候生你。笑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呀，是大酒家后厨的一个陋习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。往好处说呢，就是磨练一下学徒的性子，更心细。我都快被这蚂蚁给折磨得吐血了。往坏处说呢，就是整人下马威。我怎么没听过？咱们菜顶小门小户哪有那么多说道？嘘，小点声，有客人呢。越是大酒家的后厨，这事越多。
你这在这跟我说的头头是道的，你有办法呀？有。这是我琢磨出来的新切法，叫发如雪。我现在可以升砧板了吗？国仔，哎，你今天怎么不去工啊？今天药厂放1天假。这么好，还给假呀？卫生局不是要搞防疫吗？药厂要配杀虫药，1整天不让进去人，所以就放1天假喽。阿华呀，你赶紧问问他，什么时候可以轮到我们这里啦？这整天老许跑来跑去的。是啊。还是广州舒服啊！佛山生意人太多了，蝇营狗苟，没什么意思。你来干什么？瞧你这个人，就不能先叙叙旧吗？吃点东西啦，怎么样？这小曲好听吗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卖力是卖力了，还是有枪的日子过瘾，所以来广州找你了。和记生药铺，还有个年轻美貌的女人，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吧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失散于佛山，你弟弟陈清卫，妹妹叫陈妹妹，你就躲在西关的和记生药铺。我既然敢登报纸，就不怕别人知道谢13被枪毙了，所以啊，我的事儿过去了。就是说，不打算再花钱了？你之前说的对，没钱瞎折腾什么呢？我没钱，算了。我都开始喜欢你的性格了啊！知道我想用这个秘密敲你点钱，先把路给我堵死了。不错，不错。但是你那个芳姐怎么办？有人想灭你家满门，但你没有死。你说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样？喝着茶，听着小曲，那么煞风景。你的身世就大把病，给我抓住了，你得认。不要钱，要好多钱。我没钱，那是你的事儿，我不管。那几个采药的商量好了，一起抬价，要不然就卖给别家。我还没答应呢。再说了，咱们拿到草药也要整理、清洗、炮制，哪有钱价呀？
说不送就不送，大不了啊，咱们自己进山采药。山河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想什么呢？搬家吧，咱们住太偏了，影响生意，得换一个大一点的铺面。搬家哪有钱呢？钱我想办法。你生意不好也不至于搬家吧？我就是唠叨唠叨，这都是老邻居、老客户，虽然生意差点，但开销小啊。你还是去看看店铺吧，顺便到光孝寺找和尚算一算，换个店铺的名字，改改运气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想到这些了？生意不好，那总得想想办法嘛。那也不至于搬家呀。你总不能等下了雨再买伞吧？算了，还是别搬了。换了地儿，改了名儿，你师傅这会儿回来找不着家怎么办？那再说了，你弟弟妹妹要找你呢。我真的好中意你们摘星女班的戏呀，买下你们1年的戏票登广告啊！现在我们算是自己人啦，那就一起吃个便饭吧。谢谢徐老板抬爱，我们不能去的。是啊，戏班有戏班的规矩，肯定是不行的。怎么会嘛？我请薛觉先薛老板、马世增马老板都喝过酒啦。可我们是女班呐，你多点体谅，女班不比男班，规矩自然会多啦。真是太可惜了，我对你们这一行那是心存敬意呀。小的时候我还想过要学医呢，就是吃不了你们这个苦啊。幸亏你没学这行，要不这大广府就少了这位大老板了嘛。是的。哎，不要妄自菲薄嘛。你们这行啊，还出过大人物呢。咸丰年间李文茂知道吧？啊，粉墨登场，开炉铸币，叫平静圣宝。前不久啊，我刚刚收了一枚。徐老板要请客吗？在哪儿吃啊？山河，我们都看了好几家了，还是算了吧，好地段都被人挑没了。这不还有一家吗？你进去看看。那个，我去解个手。你去吧。好。别老跟着我。你只要能给钱，我就不跟你了。我得把药铺卖了，你才能拿着你想要的钱。那药铺姓何不姓陈，你总得让我找个借口吧？你再搅和，一个子儿都拿不着。我耐心有限啊，我跑不了。师哥，哎，立夏，你们这次演出怎么样？都顺利吗？你又惹师姑生气了？也没有特别生气，就是3天不让吃晚饭。哎呀，我不怕，过午不食嘛。明知道你师傅不让你们去跟外人吃饭的，我以前可从来不去的，这次是为了这个。看，哎，这是李文茂前辈带戏班子起义用的铜钱，看，后营用的。你哪里弄来的？吃饭吃来的呀。你和大师哥都喜欢李文茂前辈，我把它送给你，让前辈好好保佑你。你可得好好带着，不然我3天就白饿了。啊，好，你快回去准备吧，我邀了朋友，给你捧场。好，我先过去。放这儿记忆好，来，来这个，来。喂，这边呢？过来，
经过多年的蛰伏，广府地区的共产党活动最近有所增加，时不时的就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。我也正在全力的侦查，不让他们死灰复燃。同时呢，陈总司令反蒋，南京方面不会没什么动作吧？尽在掌握。别吹了。这些年先斩后奏的事儿还少吗？你给我夹菜，我不反对，可夹菜不能把锅给砸了。一旦有什么闪失，这罪你可得自己去领。哎，奎哥，你要再好好想想。真的没有了。佛山那算是第一次先斩后奏。这几年吧，我9年。哦，对，这9年我先斩后奏的事儿真的不多。再说了，这好处都给梁局长了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他那个眼神像我爹。啊？我爹是个杀猪的，每次下刀之前，都是他那个眼神，就像揣摩哪块肉更肥一样。广州大酒家的叉烧不错，比福满楼的稍微甜一点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再好好想想，如果有漏掉的，就给补上。用钱也行，用命也好。佛山那件事情，那3个孩子怎么样了？3个，啊，那3个孩子早就死了，都埋了。怎么死的？用那3个孩子当诱饵，调了俩共党，一顿乱枪，连大人的孩子都打成筛子了。这事我还向你报告过，你还给我请功了呢。3个都死了，死得透透的。干活了。给你提个醒啊！吓死我了！别惦记那些不该惦记的。什么意思啊？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？我这嘴巴大怎么办啊？你不要以为在那儿数着锅铲的次数，你就能做出好菜。火候是关键，你不教我还不让我数了？黄师傅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。学做菜，
首先要懂食材，食材有高下之分，季节不同，产地不同，这食材的使用也不同，所以厨师必须要懂食材。我知道，我以前在菜菜什么厅啊？你菜厅上能见过什么好食材？无非就是那些廉价的食材。还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砧板不光是切菜配菜，最关键的，它还得是懂食材。那我应该去哪儿买食材啊？你去哪儿买食材？你想得美！采买这种肥差能轮到你吗？你负责查收，不懂食材，你就没有办法查收。懂。哎呀，快点啊！哎，麻利点的，快！哎，你们要着急的话，拿回去还卖吗？大家都在忙，快点吧。看看，我要做鲜虾荷叶饭。虾跟荷叶不光是要新鲜，还得讲究产地呀。虾要林丁洋的，林丁洋知道吧？文天祥知道吧？他是写过诗的，他曾经写过。我好歹也是读过书的嘛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个文天祥吗？荷叶呢，远处运来的，不能够用啊。要湖水里面长的，但是要注意哦，珠江上有电船啊，水里有杂味哦。大卫啊，我们2个部门呢，怎么样验收食材呢？你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看，学一学。不过我们用的食材只占10之23，剩下的东西要靠你自己去尽快的补上这一颗啦。我会想办法。好。白姐止血，不知道吗？这不是不能占药房便宜吗？拿着，没事，就丢点指甲。拿着。这2天看你丢了魂儿一样，怎么了？你家那个药铺忙不过来了？城头关了，你在这儿还怕干不出名堂来？那可不行，我师傅托梦都能骂死我。你拿好了，不用担心我。你要真心疼我的话，多教我点秘诀就行。下工了。哎，三好，吃菜，有一家新馆子。我得回家。哎，家里饭有什么好吃啊？那点鸡做的很好吃啊。我说了，我得回家吃饭。我说下馆子，你请客。我喜欢交朋友，交朋友就讲究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。你想想，我对你是什么样的交情？保命的交情。我想把你往外一捅，你不死定啊！你的药铺，你的美人全没了。你爹妈是共产党，这是杀头的罪过。佛山的洪胜馆听说过没有？叫拆礼佛的大武馆，3万年的规模，就是因为是共产党，人给做了，武馆给封了，人也散了。水匪杀共产党，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身不由己呗。我一直在琢磨，谢十三背后的人是谁？他会不会是替罪羊？哎，你还想不想找你弟弟妹妹啊？我认识这样的人，帮你打听打听。人贩子，你在报纸上登那个广告有屁用？他们现在认不认识字还是个问题，何况哪有那么巧能看得见？人贩子我找过，
这9年广府做这门生意的人我都找过。你是没找对人，我给你找。警察找人贩子嘛，本色当行。都9年过去了，你们在大街上碰到都不认识了吧？说不定啊，就在这个餐馆里。以后想来吃啊，我都请你。哎，来，齐叔，喝酒。啊，齐叔啊，尝尝这酒，南京来的。哦，跟咱们那玉冰烧啊，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哎呀，阿威呀，你看你，哎，你有话就直接说，你这样搞得我心里面乱乱的。你呀，一直对我们家蔡挺偷工减料的事儿，我跟你一笔勾销。哎，你肯定有大事找我。我想让你教我如何挑选食材。啊，这一行是我的看家本领啊，我不可以教你的哦。行，你不教也行。我要是真被这广州大酒家给踢回蔡挺了，我就联合所有的蔡挺，告诉大家都不要买你们家的菜。哎，阿威，你这叫太厉害了，这叫霸王硬上弓啊！这也叫背水一战。叮铃当啷，锅碗瓢盆响，火苗起舞，我神采飞扬。外线砧板和水台，还有剪裁，内馅后锅上杂大和川菜，色彩缤纷，脚背又缓展，欢声笑语依然又自在，尝一尝岭南的风味，妙在这。哎，山河，昨天找你那人，他今天又来了。在哪儿呢？他说要去找什么小美人买药。嗯。小心啊你！哎，回来了。家里刚才是不是来人了？你说的是罗老板吧？啊，这是陈老弟吗？啊，回来的够晚了。啊，听说你在药方很忙啊？山河，这就是罗老板，从下午就过来了，订了咱们好多货。我本来说请罗老板吃个晚饭，可是人家非等你回来。应该的，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。山河，你赶紧换件衣服陪罗老板吃晚饭去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芳姐聊得很投缘的，我以后会经常来的。谢谢罗老板照顾我们生意，山河一定把罗老板陪好。请吧。省油是吧？是，你芳姐好寂寞啊！我略施小计，她连你最爱吃的菜都告诉我了。你找死！找钱，你不给，我就连人带钱都自己去拿。你芳姐的年纪也不小了，真心疼。什么味儿？玩？随便，我水都给她挑了。行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啊。妈，想给我下马威啊？你不知道佛山遍地武馆吗？让你试试。我玩枪的。那我随便报几个字号出来，居然找到一大堆徒子徒孙，你信不信？想给我下马威？刘老板，山河来了。
今天我又能过瘾了。他们练的是红拳，运桥，很容易的，去练练吧。嗯，你朋友啊？仇人啊？有枪。